大家好，歡迎收聽今集嘅 Cantonese Podcast， 我係 Jessie。今日我想同大家講嘅呢個話題就係遺憾。呢樣嘢真係幾乎每一個人都會鬧過。我哋每一個人喺人生入面都會有唔同嘅遺憾，可能原因唔同，範疇唔同。有啲遺憾比較輕微，但有啲就會好深刻，甚至會喺夜晚令你醒唔做。有時呢啲情緒會湧上嚟，令你覺得自己做得唔夠好，或者做錯咗決定，又或者做得太多。但其實我哋全部都係人，人就一定會犯錯，而一定又作出選擇。而選擇嘅意思就係，當你揀咗一條路，就代表你放棄咗另一條路。所以我哋成日都會鬧，如果當初我揀另一個方向，會唔會完全唔同呢？其實有意回顧同反思係好正常嘅。不過如果你不停咁否定自己，成日覺得自己做錯，做得唔夠，人生行錯路，咁樣只會令你更加痛苦。我相信每一個錯誤都係一種削拾，而人生其實會慢慢發展成佢應該有嘅樣。我自己都幾相信命運呢樣嘢。當然啦，我哋都有努力，都有行出每一步，先可以令自己活得更加充實。不過今日我唔係想講點樣完全冇遺憾呢種節約，而係想同大家睇下，究竟人生入面有邊幾個範疇係最容易令人後悔嘅。首先一定係人際關係。我哋每一日都同唔同嘅人建立關係，包括自己、家人、朋友、同事，甚至係超市入面遇到嘅陌生人或者鄰居等等。例如有啲人會好後悔，當初明明有機會同某個人講我愛你，但最後冇講出口。佢哋會不停賴，如果當時講咗，結果會唔會唔同？會唔會更好？有時候有人向你表白，但你對佢冇同樣嘅感覺，其實都幾難處理。有時可能會覺得內疚，因為唔知點樣回應先可以令對方唔咁難受。另外一種好常見嘅遺憾就係冇好好珍惜同親人相處嘅時間，特別係長輩。一旦佢哋離開咗，你就再冇機會同佢哋講說話、見面相處。無論你信唔信來世都好，至少係呢一世，你係冇機會再同佢哋一齊。所以好多人都會後悔，點解當初冇花多啲時間陪佢哋，冇同佢哋講多啲愛同感激。仲有一種遺憾就係冇講對唔住。有時我哋喺情緒之下，會講咗啲傷害別人嘅說話，之後雖然後悔，但可能因為面子或者覺得唔值得，就冇再修補段關係。老實講，同佢哋講聲對唔住，有時未必係為咗佢對唔住，有係想對自己有個交代，自己心入面舒服咗。下一個範疇就係健康。當我哋年輕嘅時候，好容易忽略健康，亂咁食嘢，唔做運動，夜醒。但其實身體係會記住一切，將來一定會還返給你。健康係長期累積出嚟嘅，唔係一朝一夕可以改變。所以如果你仲未開始照顧自己，今日就開始啦。記住，遲開始好過唔開始。之後就係金錢，有啲人會過度消費、借貸，最後冇儲蓄；但另一邊，有啲人又過度節儉，淨係儲錢，錯過咗人生好多美好嘅體驗。其實最重要係平衡。我好鍾意一句講話：金錢就好似汽油，冇佢你行唔到。但人生如果只係圍住加油站轉，都唔算係生活。再嚟就係人生體驗，好多人會後悔冇試過新嘢，冇行出 comfort zone，
冇挑戰自己。例如旅行、學新技能，甚至做一啲平時唔敢做嘅事。唔一定有做危險嘅嘢，但至少試下突破自己，會令你成長。最後就係工作，好多人唔係後悔做得太少，而係後悔做得太多。冇時間陪家人，冇時間做自己中意嘅事。另外一個常見遺憾就係冇勇氣轉行，冇追求自己真正想做嘅嘢。好啦，以上就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幾個人生容易出現遺憾嘅範疇。多謝你今日收聽呢一集節目，希望你聽得開心，亦都有得處。祝你有美好嘅一日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